2万块钱，我肯定给你介绍个。你看今儿这中吧？这也不中啊，怀着孕呢，带着肚呢，捡到筐里都是菜，这不证明人家没毛病吗？结完婚了再生一个，那也不是我的。你都是找个偷婚的，也不见得是你的，这多好啊！知根知底，你也不用验了，也不用生气，直接都不是你的，你也不用瞎琢磨了。得睡多少好觉啊！咱们看紧点，完了再要一个。腿胖啊，也不好看呢。你要多好看呢1米4多，260斤，不都是胖点吗？都照咱们家现在目前条件，有2月嫁到咱们家，不都饿瘦了？饿瘦了，他不都好看了吗？我听说咱外家有人儿，有人也不能带你们家去，格局打开点，去，要我看看去。气都中了。格局打开点，格局打开点，都有媳妇儿。